今日嚟咗紅磡一間酒店嘅中菜廳食中菜，就係海逸君綽酒店。2年前我哋都食過自助餐，酒店樓底都幾高，對住維港呢個 view 真係幾正。未去餐廳前要講一講，輪椅出入呢間酒店真係好唔方便，冇車台位要行車路，車路又唔係平，對 BB 車同輪椅都好大挑戰。好啦，講返中菜廳喺2樓，可以行樓梯上2樓或者搭 lift。今晚就係嚟海雲天食任食嘅大閘蟹，而家做緊5,400一位，未計茶錢加1。除咗大閘蟹，仲有片皮鴨同埋其他小食，可以無限追加。海 KKday 訂位每位375，比起職場入去就平170蚊。我哋早到可以對住個維港食飯，即刻用 QR code 落單先。大閘蟹有4種煮法，另外有幾款小菜小食都係任食嘅。要小心，有啲係一隻、一件或者係一份嘅，款就唔係好多，每人叫啲返嚟試下。每人有1客泰式酸辣翅，材料都唔少，個人覺得酸味就幾夠，但就辣咗啲咯。另外有1客蠔皇鮑魚金錢，睇個賣相都唔錯，冬菇都幾厚幾大粒，個汁都幾濃唔鹹，幾好。鮑魚都幾腍，鮮鮑嘅味道，可惜冇任叫。小食手拍青瓜，但好似冇拍喎。如果拍咗應該入味啲，個味都唔會太酸，幾好食。雲耳仔好淡，冇乜味，冇芥末，冇酸，冇辣味。雲耳係幾爽嘅，不過冇味真係唔掂。呢個鮮奶卷幾唔錯，夠熱夠脆。鮮奶餡唔太甜，個奶味都幾香濃。鴨絲春卷都好熱好香脆，不過麻辣味唔夠咯。餡料食到隻蝦。片皮鴨就一份有10零件嘅鴨肉，賣相睇落去都唔錯。呢個皮唔係好厚，但放耐咗會腍咗唔好食。鴨片都幾多肉，有啲個肥膏比較多，啲鴨油都幾香幾濃。鴨鬆脆多士有啲奇怪，兩樣嘢其實好唔夾。多士好脆但係好厚，鴨鬆味道都幾香濃但係勁少。糯米飯比較濕比較黏，餡料有蝦米同臘腸，味道都 OK 嘅，但食落口就麻麻地啦。涼瓜炆鴨件，坦白講唔好食，味道好淡，個汁又唔濃，感覺上鴨件、涼瓜同埋個汁都係分開，唔好嘥 quota 食第二啲嘢。到咗今日嘅主角大閘蟹，因為唔知有幾大隻，所以第一轉只係叫咗6隻。攞到上手見到個 size 同重量，估計大概係3至3兩半左右。大家估下有冇高？雖然蟹仔細細，都幾多高。我哋今次食嘅多數都係公蟹，只有1隻係蟹乸，之後再叫10幾隻都齊晒，冇漏單。蟹膏都好多，不過膏就唔夠甘甜，淡咗啲咯。另外再試下唔同煮法嘅大閘蟹，有鹽蟹嘅蟹肉就鹹鹹地，但感覺上太油。藥膳蟹聞落個藥材味就好重啦，但食落呢就冇乜藥材味嘅。避風塘大閘蟹就冇炸蒜就差咗啲啦，都係麻麻地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150分鐘，我哋食咗21隻蟹，照計都食返個半嘅，整體上都 OK 嘅。埋單時要俾茶錢同埋正價加1，每位80蚊。嘢食方面，酸辣翅同埋鮑魚都唔錯。小食方面，青瓜其實都 OK 嘅，如果拍埋就仲好。鮮奶卷唔甜，炸得好脆。片皮鴨其實都 OK 嘅，如果冇咁肥仲好。
鴨絲春卷多啲麻辣就再惹味啲啦，但係就係啲膏都幾多，係細隻咗啲，唔夠咁香。幾種煮法都係清清最好。以上係今次個人嘅口味同感覺，質素唔一定次次一樣，希望俾大家一個少少嘅參考。今次條片到呢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嘢食，拜拜。